这样明宅，你们犯法了！我告诉你们，土匪、流氓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谁都不要走，一会儿警察就来。你们这些人哈，想怎么样？来我家干什么呀？你们！哎呦，土匪头子是吧？行，别走啊，警察一会儿就来。该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，我奉陪。你谁呀你是梅文龙的女儿美兰妮是吗？对，你是谁？卖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卖了。梅小姐，你父亲的别墅因为巨额债务，已经抵押给了谭先生。现在这里确实已经是他的财产了。不可能！我爸卖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. 一定是关机了，不用打了。您拨叫的用户。我爸他还有没有告诉你别的联系方式？没有。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再回来没有？也许说过了，但我忘了。我不关心这个。我关心的是，现在这是我的地方，我想休息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没关系。给你半小时收拾东西，请吧。梅小姐，请吧。房子暂时给你住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哎，天乐，到了是吧？明月27号，问问就行。啊，等你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那27栋楼怎么走啊？哎呦，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？手机给我，干嘛呀？快点！我电话找不着了。嗨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啊？
你去27栋干嘛呀？我哥们儿住这儿啊。你认识那姓谭的？我们俩10几年朋友了，怎么着你？趁人之危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刚刚借完你手机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哎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手机忘了。不是，他是你。哎，别误会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属路人甲乙。蛇鼠一窝。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你得罪人家了呗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进去聊。走。没见过逼了啊！伸脖子看看这。你不叫我来看看吗？我不得好好看看。喝点什么咖啡啊？别咖啡了，水吧。怎么着啊？这大妹了，收的谁家大公司啊？刚才那女孩啊？是啊，不行吗？我还想收你呢，让不让啊？行啊，你法海随便收。我最近接一烂摊子，一堆事儿呢。你传什么呢？哎，我最近收了一那个德国进口那头盔，配我那山地车绝配，回头率100%。这么牛啊？当然了，改天比比吗？行啊。哎，别改天了，咱就今天呗。您大忙人，逮您时间多难得呀！这有没有眼力劲儿？乱七八糟的没收拾呢。说改天咱就改天呗。行，您忙，反正要说约你比个赛吧，还得排队约你时间。带我参观一下呗，看看吧。走。还伸脖子看。看看。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实力。接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琢磨琢磨啊，叫上爱宝跟磊磊，咱好好聚一聚。再说了。这爱宝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我这每天公司一堆事儿，头都大。再说，行，那你先忙着啊，算欠我们一次啊。慢点骑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跟那戳着呢？没地儿去，没地儿去，你回家呀？刚那儿就是我家。我爸破产了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跟这儿戳着呀，你要不打个电话给朋友？这大晚上的，都不接。行，看明白了，您这人缘跟智商差不多。你在这看什么看呀？你赶紧走呀你，烦人！不走了啊？走。我真走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这么近打什么电话呀？吼一嗓子不完了吗？那个，
要不我住你家吧？住我家？啊，你回你自己家住去吧。我傻呀！我要是能回家住，我待这儿干嘛呀？你来回瞎骑什么骑呀你？你才有病呢！喂，给你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谢谢啊。哎，明早9点没问题吧？什么呀？明早9点从这儿搬出去没问题吧？那个，我能不能先？不能。哎，楼上的床品我已经换成我自己的了，你呢？喂，喂，爸，兰妮，兰妮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啊？说话呀！爸爸你在哪儿啊？妈妈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你们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我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手机一直都关机，还有就是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都停用了，家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被一个混蛋给占住了，这都是些什么情况呀？兰妮，你别急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跟你妈都没事儿，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啊。那就好，我们没事儿啊。爸爸妈妈你们没事就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都好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，吃得好，住的也挺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你们一定要多小心，多注意啊！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有空再联系你啊。喂，爸爸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
这人怎么还真来呀？你呀，哼，那衣服我是肯定不会让给你了啊。你呢，也就别再骚扰我了。你怕了呀？我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关机呗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。我爸破产了，我没地儿去。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，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儿子，你干嘛？一大清早的，你耍流氓啊你！你出去！我扔东西了，我哎你出去！别拍，你出去！我叫人了你，这个变态！热水器怎么用？谭先生，吃点早餐吧。我还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我现在没钱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住在你家？等我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劳工协议，以后你的一日三餐我都可以做给你吃，保证科学健康又美味。科学健康又美味。是你做的？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煎蛋，以后早餐做成这样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那儿租金是怎么支付法？啊，押1付3啊？那我能不能先住进去，月底的时候再付房租？我没开玩笑呀，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家有啊？喂，有时间吗？哎呀，请我吃顿饭不用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吧？太客气了啊！服务员，送他那份。
哎，你别说，这环境不错呀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呀？这附近像这样环境好的餐厅有很多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诚意，咱就约晚饭了呀！啊，这地儿晚上应该挺有情调的。没错，这地儿晚上的确不错。先吃。其实吧，我吃的很简单，而且你又帮了我，你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饭怎么着也得700-800，下次别这么浪费了啊！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我马上回店里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声，你说你这一卖自行车的也没挣多少钱，真不要这么浪费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吧，可能理解错了。昨天呢，是我帮了你，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你请我答谢我。嗨，咱能改天？你不是说你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呢吃好了，有事儿先走，你慢慢吃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的午餐啊。这个混蛋，你是不是男人呢你？服务员，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家能赊账吗？其实 OK， 这些东西能要的拿走吧。没关系，小姐。其实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结过账了。对呀，哦，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的，有事你再叫我。OK。喂，有意思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姐，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给您的东西。车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说哥，这车呀已经是最便宜了，再要便宜的话，我这店就关门了。这车我回去吧，我还得换个东西，你要换个坐的了，换个闸什么的，我这都是要自己花钱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你先试，试好了真想要，咱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我先试试。好嘞。哟，来了。车不错呀，怎么着？来一辆给你当价。哼，你老板我老板，人都说了啊，给你来一辆，怎么着？不想要啊？还是不想告别单身呀？啊？喝点儿。大白天就喝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那婚前恐惧症啊？
我告诉你，别紧张，你第一次都这样，过这一阵就好了。瞎说什么呢你？结果是怎么着？真没有研究，看小说看的。照顾着怎么样？来，凑合这个吧啊。干嘛呀？笑我们打眼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这婚有问题了。啊？这婚有问题了？不是相亲看上一个吗？俩人都对上眼了，这不是对什么眼啊？我那就是没看上更合适的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就有问题了？他们家嫌彩礼少。这事儿不都谈妥了吗？又变了，说人是研究生，培养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所以又加价。加多少啊？20万。这20万要不加，这婚就不结了是吗？我看他们家像这意思。这么着，你要想结呀，也看上人家了，哥们帮想办法，大不了找我们家太上皇要去。别呀，我结婚找你们家拿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再说了，说加价就加价，无底洞啊！大不了这婚我不结了。你看，这事儿啊，你得想好了啊。还有，你妈那边怎么办呀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事都怪我，谁让我没本事？爱宝，要不这样，咱把这套房子卖了。啊？卖了房子，20万给薛晶晶家，剩下的你们俩买个小房子结婚呐。那不行。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儿去？这是件大事儿，你一结了婚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行，我一个人住哪儿不行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到郊区去租个小房子。郊区那能住吗？那我这一辈子不结婚，我也不能让你遭这个罪。去了郊区，你看个病都麻烦。你胡说，你就咒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天不结婚，我一天心不塌。我天天给你生病，你信不信？行，别生气啊！我再给你倒杯水。回来啦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蓉姐，哎，你别叫。那个，我让他回家去了。你让他怎么了？你让他回家了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保姆了。同意了？你要再在我面前晃悠的话，立马出去。哎，知道自己住哪儿吗？知道，客房。客房。你现在是佣人，住工作间。你今儿找地儿睡了吗？还在家睡啊？把我兄弟搞定了。这里都不算事儿啊。
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在2楼听不见呢。我只是让你暂时住在这儿，请你不要消耗掉我对你那么最后一点点的耐心，好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我每天早上给你打扫卫生，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你不要赶我走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拿来。别没收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您拨叫的用户手机不见了，下午还在的。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 cut off. Please try later. 你不会是下午回来换完衣服之后准备再出去过吧？您拨叫的用户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如果这手机能修好的话，里面的数据、电话那些都还能恢复吗？你要是想修手机，再加上恢复资料的话，大概要2600块钱。这么多？喂，干嘛呀？哎，我求你个事儿吧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？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濒临灭绝了。你如果不借我钱的话，我就只能流浪街头了。不借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求求你借我一点。哎呦，行行行，把账号给我。真的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帮我回复，尽快。嗯，好的。那个，哎，你的手机，我问了保洁的阿姨，是她打扫卫生不小心弄掉了，不过幸好还找回来了啊！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？辛苦了。没事儿，不辛苦，应该的嘛。保洁阿姨呢？在楼下。你先放在手里头吧，以后你可以不用来了。收拾东西能把我的手机收拾丢了，我留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，还在等着我交学费了。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多教教我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这个时间，也没这个义务。如果你现在不走的话，我立刻打电话到你公司去投诉。你听明白了？但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你先去收拾储物间吧。哦，好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不怪阿姨，是我那天洗衣服，我没检查口袋儿，手机被绞了，进水了，我怕你生气赶我走，所以我就拿去修好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干嘛去啊？收拾行李。
那个，我能不能拿一床被子走呀？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住，我晚上只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。嗯，你那天的那个卖身协议呢？啊，不是卖身协议，是劳工协议。意思差不多。那个劳工协议，我是出卖我的智慧和劳动力，我不卖身。拿来。站这儿念就行。啊，劳动互利协议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房主谭少宇和劳动者梅兰妮达成一致，在梅兰妮没有正式找到工作自立之前，居住在房主家。梅兰妮必须为谭少宇提供劳动，包括做饭、洗衣服、熨衣服等家政服务。可是谭少宇也必须保证，不能以任何无理理由驱逐梅兰妮离家。工资嘛，就55分了。55分呢？嗯。梅小姐，请你从这儿搬出去吧。啊，行，64。37呀！啊，19。哎，哦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那个3餐总得包吧？就是一个黄世仁。喂，喂，是梅兰妮小姐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我们是阳光求职，您不是在我们这里报名兼职模特了吗？哦，对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有一个客户想请您拍广告宣传片，您明天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。要不你把地址发给我？好的。还有就是，有多少钱呢？才1天1500。怎么才1500呀？那你还干不干？哦，行，1500行，1500就1500吧。拜拜。行，来。哎，你干嘛神出鬼没的，吓死人了！偷听我打电话呀？找着工作了？给一公司拍广告，才1500，没多少钱。你还挑肥拣瘦的，钱这种东西一点点赚。哦，对了，小心点儿，像你这么天真，容易被骗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凤凰落架不如鸡呢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哎，衣服不都给你了吗？还往店里跑啊？专程谢谢你不行啊？谢谢你那天的午饭啊，还有那个钱，过几天还你，行吗？行，没事。不是你来这儿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谢谢，然后告诉我钱过2天还我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接了一广告，说在这儿拍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嗨，我一哥们儿开了一网店，说呢拍点照片啊放网上去，那个说我这景儿不错，就约我这儿拍了，是你啊？网店啊？
不是说是一大公司吗？跟你说是一大公司是吧？啊，这孙子到处蒙人，不啊，人特别好，真的真的。哎，不是你现在开始干模特了？没有啊，这不是正好闲着没事儿，女孩嘛都爱美，喜欢人家把自己拍的漂漂亮亮的，人还给我付钱，给我拍照片，我干嘛不来玩去呀？哎，第一次干这活吧，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这活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哪儿拍啊？就这附近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帮你叫摄影师去啊。你这哥们儿没事儿吧？大夏天的，硬是拍什么秋装啊？这反季节，这简直是挑战自我嘛！这没准现在拍这秋装啊，是为了放网上能够打折促销，坚持坚持，没准一会儿有夏装啊。哎，这天儿这么晒，我给你打会儿伞吧。不给我拍照，穿这件衣服，打伞没用。这叫做职业精神。人家现在啊，身上穿的不是衣服，穿的是一种职业的态度，一种职业的精神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哎，怎么回事来了？快！你醒了？你刚才中暑了，给你灌了2个藿香正气，现在好点了吗？什么？太热了。哦，说太热了是吧？醒了呀，醒了就继续拍吧。我可给你们签了4套衣服，现在还有3套没拍呢。等下午还有事儿呢，我急着要走，快点吧。那个，你先别着急，没看他不舒服的吗？一个野模，还娇气成这样，搞什么东西？装什么呀？那个，你要说什么？哟，生气了？你想穿香奈儿走时装秀，你也得有那个本钱，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。哎，我说你这人说话能不能稍微客气点啊？哎，他是你们请来的，他就是再难受，他也咬着牙坚持拍呢，这就叫职业素养。说到职业素养，他摆 pose 的时候一点笑容都没有。不是没笑容怎么了？谁规定拍照的时候非得有笑容啊？哦，你拍照还得逼着人笑是吗？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急事要走啊？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签过合同，你凭什么赶我走啊？谁给你签的合同你就告诉谁。今天有任何问题我承担，麻烦您现在离开。你说的啊？纯爷们儿哥，瞎起什么哄？赶紧买点凉的。哎，先歇会儿吧。啊，来。这么大一块蛋糕剩这么点儿，你这身材不怕走样啊？不怕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啊。刚才就跟你说了，这活儿不好干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受罪了？工作嘛，正常。行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再买去尝。哎，别，千万别买了，我这一块都吃不下，再吃真得吐了。吃饱了吧？还难受吗？那咱接着拍啊。还拍啊？摄影师不都走了吗？我说能拍啊就能拍啊！走，拿家伙事。走。怎么着呀？还真是你拍啊？怎么着啊？还不想让我拍啊？啊？哎，
不是你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呢？不是没拍完吗？不嫌热是吧？赶紧换去。换什么呀？换好看的呀，换什么？行不行啊？现在呢，我是摄影师，我说行就行，知道吗？走，换衣服。换个衣服换那么久，换完了没有啊？为什么呀？哎，再给你最后2分钟啊！你要是换不完，我可进来了啊！你是变态还是土匪啊？还进来！快点，别废话了啊！还1分30秒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进来，我就踢死你！你属驴的吧你？我学过柔道。哟，还学过柔道呢？学过什么也没用啊！5秒了啊！5。哎，别，我拉链卡住。4。慢点3、2。不，时间到了啊！快点啊！哎呀，催什么呀？你有病吧？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人都快累散架了。你就不会偷懒吗？怎么偷懒啊？他就是个怪咖。装病呗。进来了啊！看看几点了？早饭不做，碗也不刷，违背协议是吧？不是我病了，我不舒服。你真是有当女骗子的资质，不当有点可惜了吧？
我真的病了，不信你摸。行了，生病了什么都不要做，好好休养。我上班。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但是我真病了。哎呀，我不但洗了冷水澡，我还吹了1个小时的空调。感情你还真跑过来了呀？这不是负荆请罪吗？来来，喝吧。自己做的，挺不错呀。想多了，买的啊。哎，真发烧了，量体温了吗？多少度啊？48度2。我说你是真傻呀，还是假傻呀？我让你装病，谁让你真去洗那凉水澡、吹那空调去了？会不会演戏呀？哎，这不想演的像点吗？你别说了，不舒服。哎，我说一笑话，你就当真了。以后我还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啊！您别大好，一生病，我倒有负罪感了。大老远给你送粥来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我怎么还成故意的了？怎么着？故意的就为了骗你这碗粥啊？我觉得你干得出来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咱不聊这个啊，赶紧把粥吃了，把病养好了，才能斗争到底啊！你这个是来探望病号呢，还是来挑事儿的呀？哎，喝粥喝粥。哎，这别墅以前真是你们家的。好，行行行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咋了？这是又摔了？医生说没事，不需要整容。哎，帮我把外面那装备给我拿下来。啊，真行。哎，对了，那你奶奶打电话来了，让你别走，一会儿过来找你。啊啊。小姑娘，干嘛呢？我就是喜欢这个铃铛，但是我没有，这不是我拿的，给你。哎，你们家大人呢？待会儿就来找我了。叔叔，嗯，你是不是坏人啊？叫我哥哥啊。哦，那哥哥，你是不是坏人啊？哎，我为什么是坏人呀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女孩啊，一个人别往外瞎跑，必须得有大人跟着。要没人大人跟着的话，坏人就把你抓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你抓走了，不给你饭吃。我跟你说。你看那哭什么呀？那个咱不哭行不行啊？啊！哎，别哭别哭别哭！哎，别哭！来来来来，玲儿送你了好不好？不哭啊！别哭了好不好？啊，别哭了！干嘛呢？你快过来！哎，小孩，哎，不是小孩，这怎么说呢？谁是坏人呀？干嘛呀你啊？你干嘛呀你？你个大男人欺负小孩子，你想干嘛呀你？我没欺负他，我想跟他玩一会儿。玩什么呀你啊？你不是等会儿，你谁呀你？
我是他监护人啊，我。你的监，我还是我的监护人呢。得了吧你，无赖！哎，不，你把这话，我干嘛呀你把话说清楚，我怎么欺负他了？你没事给什么铃铛啊你？我就是欺负他了，你还狡辩什么呀你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依然，你来了，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林天乐，是我的亲孙子。你呀，他呢是你刘奶奶，你记得吗？就您那闺蜜啊？对，她呀是他的孙女儿，叫依然。嗨，人家刚来，给人道歉，快点去。我给人道什么歉呀？啊，去。哎。啊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错了。啊。好了好了。啊，这是依恋，依恋快叫奶奶。奶奶好。哎呦，真乖呀！来，你也得给人家道歉。孩子我还道歉啊，快点。行，小美女，刚才对不起啊，不该欺负你。来，这铃儿送你了。哎呦，没事啊，有奶奶在呢啊。奶奶跟他说句话。哎，来。你这孩子太不像。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没事儿。您先说他俩的事儿。哦，好，咱们两家是世家，没有理由不互相照顾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里头，你爸和你那小妈正怀着孩子，家里头太乱，我也顾不过来了。你那儿不是空着呢吗？就让他们俩住你那儿去。啊？我那儿？来，进来。依恋，别乱碰别人的东西，听没听见呀？别跑，小心摔倒了。那个，你别担心啊，我跟依恋就在这住几天，等过2天找到房子之后，我们立马就搬走。今天我也没想到奶奶会让我住到你家来，我以为她只是想见我一面呢。不过，谢谢你啊。既然我奶奶说了呢，住是肯定会让你们住的。但是我这人呢有一习惯，咱得把这规矩啊立在前头。第一，我这人呢平时喜欢安静，所以没必要说的话就别说。第二呢，好奇心别那么重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别看，别影响我的个人生活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屋里所有的东西不许换位置，最好也别碰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我刚说完，听见了吗？不碰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来，你们俩呢，就住这屋。好，卫生间在这儿。这卡你拿着。晚安。哇，好大！小点声。干嘛呀？天乐。天乐是你叫的吗？晚安。眼前留魂呢？吓了我一跳。没想到，关了灯，从这儿望下去，
这个城市还挺美的。什么叫还呀？这个城市啊，本来就很美。它曾经不美过。什么时候不美过呀？说我听听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个城市的夜景啊，就跟一个女孩一样，它够不够美呢，决定你以后啊够不够想她。不知道有人看到这景色会不会想起我？谁想你啊？说我听听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人依恋俩人跑上海干嘛来了啊？哼，我知道了，离家出走的吧？跟爸妈闹矛盾了，是不是？嗨，闹点矛盾算什么呀？哎，跟爸妈认个错，低个头，不就过去了吗？你呢？听说你跟你爸爸关系一直不是很好，我只是觉得你……天乐，你怎么可能会明白呢？因为你就是我回来的第一步。我要从你这里开始，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天乐，我要跟你换着玩。你那不是玩 iPad 吗？我想玩你那个嘛。这你会玩吗？你教我就会了。等会儿玩完这局的。哎，天乐，干嘛呀？我想上厕所。上去，没人拦着你。嘿，脾气还不小。对不起，我睡过了，我现在起来做饭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了小时工了。可是我们签协议了呀。但协议里面也没有说我要养个闲人吧？你别赶我走嘛！我没说要赶你走，但小时工的钱你来付。啊。哦。我上班去了。对了，搬到客房去住吧。谁呀？我在洗澡呢。嘿，谁在里头呢？是我在上厕所。老师没告诉过你上厕所要排队吗？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是我的卫生间，不能随便用我的卫生间。我喜欢，地方大。地方大什么？你赶紧给我出来，我这尿急着呢。别催，我这关马上就过了。行，记仇是吧？我活人还能让你憋死？
干嘛？你没看到这牌子放在这儿吗？等会儿啊！啊，不是那打扫能稍微快点吗？哎，真快不了，得一间一间的扫啊！等会儿吧。不是，哎，那阿姨，我急。有人吗？没人，我可信了啊！天乐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依恋，别动天乐的东西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从哪儿翻出来这么多照片啊？啊？这些照片怎么都没有颜色？这是老照片，都是黑白的，所以没有颜色呀。哦。这是谁啊？这应该是天乐小时候吧？你看跟他多像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收起来了！天乐回来了，快收起来！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动我东西啊？别乱动我东西！怎么了？这依恋想看看，这影响到你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凶啊？不是，你还真生气了？不就看你几张照片吗？这是我妈妈的照片，她已经不在了，从来没人动过。对不起。惹祸了？第一组、第二组不能给我设计方案的话，不用给我了。唐总好。那女孩谁？她不是公司职员，应该是来面试的吧？